欢迎各位咱五年里，咱5年里，就是咱也用用，咱分享信息，就是天龙哥，文松师傅，现在就是新娘，就是朱元忠，长乐，为神欢迎你，这边就是咱同志中，同志中，就是咱民俗这边现场，咱是不一中参与，有从感谢大家，祝同志中民俗这边和会会当进行。
咱桃园呢，就是大天，咱大天路咱五路支持盛大的人，咱五元中重要，咱五元中中国政治表示着咱们的关于这个地方用这个挪威让自己追求。欢迎嘅咱我啦咱我啦就是咱目标咱发展进行咱性格对不对？咱女员工怎样？欢迎嘅咱我啦漂亮中咱非常之好咱五路支持人民咱五元中怎样？咱五元中中国政治非常欢迎这个祝咱我啦就是漂亮中非常之好咱五路支持咱教会给咱自己支持。我呢文珍啊。加油加油！感恩啊！太谢谢。那个做酒，咱们老讲新娘。咱们老讲啊。对啊，他是要娶新娘啊。欢迎咱各大里就是咱政府内底的咱政府内底咱性格里面咱不能够怎么样？咱不能够就是中国的政治非常欢迎跟我们欢迎在乎咱这个人路内底让有位让你分享。我无用人去，我就要带人出来遮到处讲扫头卡。安尼哦，迄扫头卡的哦。我拢是遮个啊。毋是今仔日哦。毋是今仔日扫的。无啦，真早啊呢。我早无做，我今仔带人做。明仔载还佫文章的啦。我仔载拢是阮太叔经较老些啦，我有免费的。咱不研究你的表示你加入我们的小妹，咱不研究哦，要好噻，咱主持就是那个成绩分，因为会重视，应该用华，在咱一道结婚时阵，欢迎咱大家莅临，咱本乡来参与，来参观，非常感谢您，祝咱大家平安快乐。欢迎咱各大地，咱可爱中，就是咱汉武先生，
性格的咱不员工来参与非常欢迎咱不员工中华民族欢迎这大家朋友们有这咱韩语精神会当有会会当自己坚持，非常感谢您。我哋太子宫，咱太子宫，就是大天宫，咱天府就是咱盛大，就是咱不员宫，来参与咱不员宫，就是中华民族，非常欢迎你们，非常感谢，谢谢。欢迎给咱太子宫，咱太子宫，就是进田宫，咱进田宫，咱大天师傅，咱大天师傅，这个重视的咱不员宫，来参与，咱不员工中华弟子，一同非常欢迎你们的人，欢迎在此。
欢迎咱主播，咱主播。欢迎咱主播，就是咱德阳中，咱德阳中，咱义务先生，再加咱就创始就是咱武元中，来参与，咱武元中最大弟子，非常欢迎你们人，欢迎再欢迎，咱即咱德阳中，咱就是创始，会当庙会，会当是精神哈。咱欢迎咱派出所，就是中华元帅。咱派出所中华元帅，来性格，连着咱武元宫，来参与。咱武元宫最大弟子，非常欢迎你们入面，非常欢迎再欢迎哈。咱祝愿咱派出所，咱中华元帅会当协会会当日日精神，非常欢迎你们入面。咱武元宫，咱5顺年，咱教会16天，咱就会安坐，咱就会安坐。咱武元宫，所主持就是完成结婚，5户齐全，完成结婚的进行，这些名名中华元帅，完成办事就做完工，欢迎咱董事长来见，咱就来参拜。咱非常咱是进来的，如果有时间，大家关心，来招摇见哈，来参观公园，参观欢迎咱大家踊跃来参观。
来就来的。我们。
也有道亲参加义工队、环保志工队。太子宫的道亲也有参加环保志工队。太子宫绕境活动3天，第2天中午到职场5000公太子宫的道亲也有参加志工队。庙会是众头是这边太子爷公的神教中通判。太子爷公的神教通判，长达50公尺长流，要过这个炮阵，长达50公尺长流，要过这个炮阵。环保志工队马上打扫得这么干净。很少切的少了。太子宫的也有道亲参加环保志工队。太子宫绕境3天，第2天在这个职场5行宫中午大班，职场5行宫。从那个太子宫出来，然后经由南边的旧部古坡。然后旧部古坡德隆宫，积水溪堤防道路，积水溪堤防道，积水溪堤防道路，然后再从职场附近那边下来，先绕东边，先绕境绕东边，然后再入庙。好，谢谢。加蛋卡呢？谢谢。下晡加蛋卡，谢谢。下晡加蛋卡啊。赵坤元议员帮忙那个盐水护壁工沈南巡36桩，有5天呢。绕境活动做主任委员，那盐水那个后来搬了，搬子了，后来搬到新营给了。长期都做议员，现在做市议员。还有这嘉南大圳呢。这中圳了，这算中圳了。福山头水库，然后嘉南大圳，然后这里中圳。